来看无风的消息，中央原住民族这个委员会以及台中市政府原民会伫无风光复新村，以原民文化甲特色起这个原流创新聚落，规划这个艺术展览、文学创作等等，希望各乡亲更加了解原民的文化，嘛帮助原民的产业。 水墙为壁边留来，这是布隆族部落真水的山林景色。原住民艺术家透过无同角度，让你知影愈侪原住民文化。市府伫咧光复新村设新创部落，增加多元的城市风采。 那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光复新村这个建村呢，把我们所有的产品来汇流哈，让我们台中市的市民来认识，在都会区这个地方呢，能够有一处让民众可以去感受、去体验原住民的生活、文化、艺术跟传统美食，还有伴手礼的这些感受。 市府讲，部落设伫咧光复新村内底规划艺术展览、文学创作、毛色商品研发和包装设计，拍开台中原住民族的产品通路，带动产业的发展。也能够把自己的故事让其他的族群能够了解。只要看见了产业，就会有机会，原住民就会有复光的能力。 以前店后场的概念来推动，伫咧光复新村设头前店，后场是辅导原住民族创业、生产产品，整理部落食的、大的、耍的、买的方向，来打造多元生态旅游，提升原住民的品牌力。